大家好啊，歡迎嚟到港聞快快趣。Mickey Mouse，Mickey Mouse 係咪？我哋嚟到米奇老鼠嘅專門店。唉，即係食肆其實咧講衞生係非常之緊要㗎。咁咧見到咧尖沙咀咧中廚嗰邊啊有個老鼠出現嘅情況喎。啊！食下就尖叫啦！哎呀，我唔食啦，我唔食啦！店員就即刻去追趕老鼠啊，追啊追啊追！跟住老鼠就話：你追我唔到啦，你追我唔到啦！咁樣樣喎，照個滅鼠嘅不果。咁啊，有市民咧就網上面分享條片啦，就指啊呢個稻香集團旗下嘅高級粵菜品牌啊，中廚啊有老鼠嘅出現。其實啦，一間嘢食啦，好唔好食，我覺得係主要。但係唔係最重要，最重要都係衞生嘅情況啊！你幾好食都假，食完屙到我阿媽都唔認得啊，無謂啦！一齊睇睇詳細新聞內容啦。老鼠出現同餐廳嘅檔次冇必然關係，只要有以下條件，老鼠就會出沒。第一，食物來源，餐廳每日處理大量食材，廚房同垃圾桶有豐富嘅食物殘渣，對老鼠嚟講係美食天堂。第二，藏身地點，餐廳嘅假天花、管線槽、雪櫃後面、儲物室等等，提供大量陰暗隱蔽嘅藏身空間。第三，出入口，老鼠可以通過細小嘅裂縫、管道，甚至係門口罅隙走入餐廳。一隻成年老鼠可以穿過手指咁大嘅窿。第四，衛生管理漏洞，如果員工冇妥善處理廚餘，垃圾桶冇蓋好，地板有積水，食物冇密封儲存，就會吸引老鼠。即使係高級酒樓，如果衛生管理鬆懈，同樣會中招。食肆可以採取以下措施預防老鼠入侵。第一，封堵入口，檢查餐廳所有嘅裂縫、牆洞、管線槽，用鋼絲絨、水泥或者金屬片封好。門罅要加裝密封膠條。第二，加強清潔，每日徹底清潔廚房同用餐區，唔好留低食物殘渣，廚餘要放入有蓋垃圾桶，每日清倒。第三，妥善儲存食物。乾貨要放入密封嘅金屬或者玻璃容器，唔好用紙箱或者膠袋，因為老鼠可以咬穿。第四，定期檢查，聘請專業滅鼠公司定期巡查，設置老鼠弱離站或者老鼠膠，及早發現鼠患跡象。第五，員工培訓，教導員工識別鼠患跡象，例如老鼠糞便、咬痕、走動路線同埋通報機制。如果你出街食飯，想減低遇到老鼠或者食物中毒嘅風險，可以留意以下幾點。第一，選擇信譽良好嘅餐廳，睇下食環署嘅食安通流動應用程式，查閱餐廳嘅衛生記錄。第二，觀察環境，入座之前望下地板、牆角、假天花板有冇老鼠糞便或者污漬，聞下有冇異味。第三，避免高危食物，喺衛生欠佳嘅餐廳，避免食生冷食物，例如沙律、刺身，因為呢一類食物唔經高溫加熱，容易受污染。第四，如果見到老鼠，保持冷靜，通知店員，要求更換座位或者取消訂單，唔好自己嘗試捉老鼠，以免被咬傷。第五，舉報，如果發現嚴重衛生問題，可以向食環署投訴，熱線28680000，或者用 Tell Me at 1823應用程式舉報。好，總結下今日嘅話題。尖沙咀高級中菜館中廚下晝有老鼠出沒，食客嚇到尖叫。有人大叫唔食啦，店員嘗試追捕不果，最終要召滅鼠公司。事件曝光之後，網民熱議質疑餐廳衛生管理。老鼠入餐廳唔單止嚇親食客，更可能污染食物、傳播疾病，違反法例，損害商譽。食肆無論係平民茶餐廳定係高級酒樓，都必須嚴格執行防治鼠患措施，包括封堵入口、加強清潔、妥善儲存食物、定期檢查。作為食客，如果遇到同類事件，要保持冷靜，通知店員，並可以考慮舉報。希望中廚可以盡快捉到老鼠，徹底消毒，並向公眾交代改善措施，挽回消費者信心。我想用一句說話總結：尖沙咀高級酒樓中廚有老鼠亂竄，食客嚇到尖叫唔食啦。你出街食飯有冇遇過老鼠？你覺得餐廳應該點樣賠償受驚嘅食客？好啦，今日嘅港聞快快趣就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港聞快快趣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
唔該晒主持人。喺正式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記得俾個 like， 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分享俾你哋嘅朋友。有咩意見或者想我哋討論嘅議題，歡迎喺留言區話俾我哋知。尖沙咀高級粵菜中廚有老鼠，食客嚇到尖叫，店員追唔到。各位觀眾，出街食飯最驚見到咩？曱甴、小強定係老鼠？今日5月24號下晝有食客喺尖沙咀中菜館中廚用餐期間，竟然見到有老鼠喺餐廳內亂竄，食客嚇到尖叫連連，有人大叫我好驚啊，我唔食啦。店員嘗試追捕，但係老鼠太機靈，最終都係走甩。餐廳事後證實事件，並已經聯絡滅鼠公司，預計今晚進行滅鼠工作。今日我哋就同大家詳細報道呢一單酒樓老鼠驚魂，分析食肆衛生問題，仲有網民嘅熱烈反應。先講返事發經過，5月24號下晝2點許，有市民喺 Facebook 上載一段影片，拍攝地點係尖沙咀中菜館中廚。從影片中可以聽到，現場有食客不斷尖叫，氣氛非常緊張。餐廳店員疑似喺追捕某啲嘢，跑到一個屏風後邊。雖然影片冇清楚影到老鼠嘅蹤影，但係有男食客喺片尾大叫有老鼠啊，證實咗大家嘅驚恐來源。影片中錄到有食客話我好驚啊，我唔食啦。亦有食客相對冷靜，叫其他人唔使緊張。但係無論你幾淡定，見到老鼠喺餐廳入邊走嚟走去，都會影響食慾同對餐廳嘅信心。記者事後致電中廚查詢，獲店員證實餐廳今日5月24號的確有老鼠出現。店員表示，餐廳已經聯絡滅鼠公司，預計今晚會到餐廳進行滅鼠工作。店員又話，餐廳亦都已經鋪咗老鼠膠等工具，但係暫時未捉到嗰隻老鼠，始終佢會喐㗎嘛。中廚係稻香集團旗下嘅高級粵菜品牌，定位比一般稻香酒樓高檔。今次事件令人關注，連高級酒樓嘅衛生都出現問題，仲有邊度信得啩？事件曝光之後喺網上引發極大迴響，有網民分享自己嘅類似經歷。我試過喺酒樓食緊飯，隻老鼠由天花板跌落嚟，成台人嚇到彈起。老鼠喺廚房仲恐怖，你唔知佢掂過咩食物，高級酒樓都係咁，仲要收咁貴。有網民質疑餐廳衛生管理，中廚唔係普通茶餐廳，係高級中菜館，點解可以俾老鼠走入用餐區？食環署應該要即時巡查，如果發現有鼠患，要勒令停業消毒。稻香集團要公開交代，點樣防止同類事件再發生。有網民同情前線員工，店員都好慘，要追老鼠又未必夠佢快。滅鼠公司未到之前，員工只能用老鼠膠同掃把。最慘係嗰啲已經食緊嘢嘅食客，見到老鼠即刻飽晒。亦都有網民搞笑回應，老鼠都識食好嘢。去中廚揾食，呢一隻老鼠可能係米芝蓮食家，店員追唔到，要請湯姆貓出手。餐廳出現老鼠，唔單止嚇親食客，更可能涉及以下衛生同法律問題。第一，食物污染風險，老鼠可以攜帶多種病菌，包括沙門氏菌、漢卻病毒、鼠疫桿菌等。佢哋嘅尿液、糞便、毛髮，甚至係咬過嘅食物，都可能傳播疾病。如果老鼠走入廚房或者食物儲存區，污染咗食材，食客食完可能會食物中毒。第二，違反食肆衛生條例。根據香港食物業規例，食肆必須保持環境衛生，防止鼠患、蟲患。如果食環署巡查發現有鼠患證據，可以向食肆發出警告、罰款，甚至吊銷牌照。第三，損害商譽。今次事件已經喺網上廣泛流傳，中廚嘅品牌形象受損。即使之後捉到老鼠，食客嘅信心都難以短期內修復。第四，法律責任。如果有食客因為老鼠污染食物而生病，可以民事索償，要求餐廳賠償醫療費同其他損失。